今集節目嘅主角千呼萬喚始出來啊！不停都有網友點名要聽陳錦棠啊！呢一位人稱一哥嘅陳錦棠，當然係非常之犀利啦。叫得做阿一，當然就係最叻啦。邊方面最叻呢？佢嘅綽號叫做武狀元，叫得做狀元，當然就係最叻啦。佢本身係有真功夫，確實係打得之人。而武狀元嘅武就係指佢喺舞台上邊嘅功架啦，特別係武場嘅功架非常之了得。喺佢出生嘅時候，以從前十大行當嚟講，佢就屬於小武行當啦。小武行當喺一叔嘅年代有兩位小武係非常出色嘅，一叔係其中一位，另一位號稱金牌小武就係季明陽先生。喺戲行裏邊專稱季明陽先生做八叔。今集嘅主角係鼎鼎大名嘅陳錦棠。由於佢嘅事跡實在太多啦，我哋呢集嘅節目同大家認識一下呢位大老倌嘅生平以及藝術成就。陳錦棠喺1906年出生，祖籍廣東中山。粵劇戲行裏邊同佢同輩嘅會稱呼佢係一哥，佢嘅晚輩就會尊稱佢為一叔。有關陳錦棠父母文字記載嘅資料並唔多。有一次香港電台訪問關德興師傅，因為佢哋係同門師兄弟，佢有提及陳錦棠屋企原本係開洗衣鋪噶，之後佢爸爸不幸離世，佢媽咪一個人又照顧唔到陳錦棠，所以佢媽媽迫於無奈就將陳錦棠送到去小新新筆師傅嗰度啦，希望個仔學返一技之長。佢哋一班同門師兄弟，除咗陳錦棠、關德興，仲有梁醒波。陳錦棠6歲開始就跟呢一位名伶新筆師傅喺廣州生活，佢嘅乳名就叫阿玉。新筆師傅就係陳錦棠嘅義父兼師傅，直至到17歲，陳錦棠依然係跟住新筆師傅去做戲。佢早期嘅藝名就叫新靚玉啦，簡稱靚玉。關德興曾經形容過佢哋一班師兄弟係真材實料㗎。佢又回憶返嗰陣時，佢哋同陳錦棠一齊，一班同學跟住師傅又去越南又去印尼登台。得14、15歲左右嘅關德興，同樣大家都係細蚊仔啊，跟住個師傅到處去做大戲。陳錦棠喺1924年曾經加入過駱石園嘅新紀元劇團，喺1925年就加入咗當時由馬師曾同埋陳飛龍做台柱嘅大羅天劇團啦。佢就從最基層嘅拉扯一路做，升咗上去三幫小武啦。當時同佢一模一樣都係未成名嘅季明陽，亦都係喺大羅天啊。兩個人最初嘅時候就一齊飾演無名小卒啦，而季明陽後嚟就成名。季明陽係比陳錦棠較早成名嘅，所以佢有個綽號叫做金牌小武，亦都開創咗代表小武嘅粵劇流派季派。後嚟薛覺先接手大羅天劇團，喺1929年正式改組成為覺先聲劇團，陳錦棠就留喺覺先聲啦。佢當時獲得薛覺先嘅賞識，收咗佢成為徒弟兼埋義子添。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朱少章嘅著作裏邊引用當時嘅著名編劇南海13郎所講，陳錦棠係先拜薛覺先為師，後嚟再認佢做義父。此舉曾經俾新筆門人視為忘恩負義噃。不過新筆師傅本人並唔反對嘅，亦都幫陳錦棠向自己嘅門人解釋，話從此呢，陳錦棠就叫新筆做阿叔，稱呼薛覺先做爹哋。從此佢就開始受到注意啦。喺演藝路上，佢自此之後就用陳錦棠呢個名啦。其實佢師傅新筆真係好大方噶，
由陳錦棠6歲開始，新北師傅就一直照顧佢。陳錦棠又冇咗爸爸，就當新北師傅係佢老豆一樣。新北師傅係上世紀著名嘅小生，亦都有個綽號叫做小生筆。有關陳錦棠師傅小生筆嘅文獻唔係好多。南海13郎就講過，新筆唔單止聞名於省港澳，佢喺美國各地就更為吃香啦。美國人士對佢嘅藝術非常讚賞，因此有人稱呼新筆師傅為金山筆。佢嘅手本戲除咗何池影美之外，仲有明珠煎茶記、漢武帝重建李夫人等劇。陳錦棠呢位師傅喺上世紀初經常去到南海13郎屋企傾偈，仲同伍星登、趙雲蘇、新珠、靚雪秋等伶人研究唱造等等嘅戲曲藝術，所以南海13郎對新筆嘅認識係特別深刻嘅。佢亦都盛讚新筆嘅小生戲。話說新筆喺明珠煎茶記一個劇裏邊扮演嗰個多情公子，話佢嘅演出無人不讚，尤其是佢演色美病倒一場十分動人。後嚟佢演寶玉怨婚、夜釣白芙蓉等等，小生都模仿新筆嗰一場色美病倒嘅演技，但係13郎始終認為始終冇一個演員及得上新筆。呢一位新筆唔單止係陳錦棠嘅師傅，亦都係關德興、梁醒波、蕭雙孔，即係收尾去到香港改咗名做靚少鳳嗰位，仲有余秋耀，全部都係跟名師新筆。真材實料。雖然新筆演藝高超，但係份人呢非常隨和噶。南海13郎話新筆對後輩從來都唔會擺架子噶，教導年輕演員嘅時候，亦都開口埋口話彼此研究啦，非常之客氣啊，絕對唔會擺出一副老叔父嘅大架子啊。新筆師傅同一啲新紮嘅師兄姐有獨特嘅交流方法。佢認為新紮嘅師兄姐同啲已經當紮嘅同場嘅話，新紮嘅一定好驚啊，所以合作嘅時候就會容易出錯啦，越驚越錯，越錯越驚。如果前輩唔了解新演員呢方面嘅心理，只係識得破口大罵，結果新演員喺敢怒不敢言之下，就會盡量避免同前輩接觸，咁樣對人際關係唔單止有好大嘅影響啊，並且會影響到佢粵劇嘅發展啊。正因為新筆師傅對人係非常之隨和，所以喺班裏邊嘅兄弟都會對佢非常尊敬。到陳錦棠呢一位師傅喺晚年隱居廣州河南耆興里時，都經常有一啲被佢指導過嘅當紮伶人登門拜訪嘅。陳錦棠6歲就開始跟隨新筆師傅喺廣州市生活。新筆既係陳錦棠嘅義父，亦都係佢師傅。陳錦棠尊稱新筆做阿叔。話說陳錦棠個女啱啱出世冇幾耐，就由新筆師傅幫忙照顧啦。新筆雖然係小生，但係本身精於武藝。佢經常強調演員喺演出嘅時候腳門嘅重要。喺一連串快速動作之後，一旦剎停嘅話，一定要企得穩。至於唱造，佢對古老戲認識好深。陳錦棠嘅女講過，年輕時嘅鄧碧雲問陳錦棠陳公罵曹裏邊背台口唱嘅嗰幾句手板應該點唱呢？陳錦棠就同鄧碧雲話：你去問阿叔啦。可見陳錦棠師傅新筆粵劇造詣係相當之深。新筆師傅對陳錦棠嘅栽培唔單止係技藝上面嘅傳授，更加重要係可以鼓勵到弟子把握機會，佢亦都可以幫弟子製造機會。陳錦棠17歲嘅時候擔任戲班嘅第4小武，已經同義父新筆
武生、蔡子龍、丑新、謝了凡同台演出《珍珠劍》。佢咁樣就喺舞台上邊一路學一路做，慢慢吸收咗演戲嘅經驗啦。後嚟佢加入咗鼎鼎大名嘅郭先聲劇團。陳錦棠對薛覺先係先稱以為師，後應義父。其他人竟然話佢忘恩負義，但係佢嘅新筆師傅就一啲都冇反對，反而覺得陳錦棠係為咗藝術深造，所以先轉拜薛覺先為師為父。新筆師傅有兩道：支持自己嘅徒弟轉投別人門下，等徒弟把握每一個學藝嘅機會。佢嘅胸襟多麼嘅廣闊啊，仲可以處處為住自己嘅弟子，為佢哋嘅事業前途着想。到咗1932年，陳錦棠獲得日月星劇團重金禮聘，喺郭先聲休班期間就加盟咗啦。當時已經成名嘅桂明嘅，亦都係喺日月星嘅。喺更手嗰年嘅1933年，佢就加盟咗編劇南海13郎自組嘅大江南劇團。可惜嗰個劇團經營不善啊，於是陳錦棠又曾經自組一啲臨時班，請南海13郎嚟做編劇。喺同一年，郭先聲重組短期班噃。南海13郎獲得薛覺先嘅邀請，主理劇務，仲寫出著名嘅劇目《女兒香》。喺當時重返郭先聲劇團嘅陳錦棠，因為演出《女兒香》嘅反派文武生，就係男主角魏超人，演出非常之成功啊！哇，咁受歡迎，所以係人都識佢啦。佢當時嘅身價即刻就暴升啦。喺1934至到1936年期間，陳錦棠再次加盟日月星以及黃不費嘅新生活劇團等，同關影年、李海銓等人又自組過金星男女劇團。嚟到1937年啊，陳錦棠就創辦錦天花劇團啦。佢嘅班底呢，就包括關影年、李海銓。佢早期曾經大膽起用新人白雪仙。喺錦天花劇團成立嘅最初劇務上面亦都多得南海13郎嘅協助。錦天花劇團除咗喺廣東一帶演出之外，去到1939年到40年，陳錦棠亦都帶領佢哋遠赴到美洲巡迴演出。喺1950年代初，錦天花就完全成為香港本地嘅戲班啦。錦天花一路演出，至到1970年代初結束。佢哋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最長壽嘅粵劇戲班。自從成立咗錦天花劇團之後，陳錦棠咁多年以嚟，亦都曾經組過啲新嘅劇團，或者加盟其他嘅戲班噶，例如唐滌生嘅鴻運劇團啦，方艷芬嘅新艷陽劇團，仲有吳君麗做花旦嘅麗聲劇團，仲有麥炳榮同鳳凰女做台柱嘅大龍鳳劇團等等。陳錦棠所表演嘅粵劇最出名就係同方艷芬合演嘅《徐公十載菱花夢》、《火網梵公14年》，仲有董小宛、萬世流芳張玉橋等等。其他出名嘅表演就係同紅線女合演嘅《新海道名流》同埋《血海風》等等。喺打仗之前，佢主演嘅名劇就有《童網陣》同埋《五龍會》。佢因為演武戲非常出名，所以有武狀元之稱。除咗擅長係打五式真軍即係真兵器之外呢，仲有一項非爾絕技就係利用借力連人帶椅由台飛落去台口。而佢創辦嘅錦天花劇團戲寶就有金標黃天霸、三道九龍杯等等。佢喺1973年退出舞台，最後一出演出嘅粵劇就係同李寶瑩合演嘅《秋江戰火解情仇》。
唔知大家有冇經過薄扶林嘅時候，望到山邊有一棟紅磚外牆嘅大廈呢？嗰座大廈個名就叫做錦塘小築。錦塘小築嘅英文名呢，叫做 Honey Court。 點解咁得意嘅？錦塘小築英文名冇錦塘兩個字，係叫 Honey 噃。原來佢呢一個 Honey Court 係同陳錦棠有關嘅。話說粵劇界有4大老婆，究竟係邊4位夫人呢？聽聞呢4大老婆就係有薛覺先夫人唐雪卿、陳錦棠夫人陸淑卿、名丑文國妃夫人梁金燕、羅品超夫人王寶瓊，合稱戲行裏邊嘅4大老婆啊。4大老婆共通特點就係御夫有術、持家有道啦。陳錦棠嘅太太係一位極具魅力同埋智慧型嘅女性，佢有優雅嘅風姿，亦都有卓越嘅才華，深受眾人嘅愛戴同埋敬仰嘅。陳錦棠太太一生充滿住精彩同埋貢獻，喺佢年輕嘅時候就已經展現咗非凡嘅音樂才能，成為咗一名優秀嘅音樂家。陳錦棠嘅太太亦都係一個熱心公益嘅人士，經常參與各種慈善活動，為一啲有需要幫手嘅人伸出援手啊！佢唔單止捐款捐物資，仲去一啲貧困嘅地區，為當地嘅細路仔舉辦音樂培訓班，希望可以為佢哋打開一扇通向美好未來的門啊！至於陳錦棠太太同錦塘小築嘅英文名有乜關係啊？原來佢開口埋口都稱呼陳錦棠做 Honey， 所以佢哋住嘅地方錦塘小築英文名就叫做 Honey Court 啦。陳錦棠夫人陸淑卿係出名門啊！大家仲記得香港大學咪有一等叫做陸佑堂嘅，所有隆重嘅典禮都會喺陸佑堂嗰度舉行噶。呢一座廣大嘅地標係由馬來西亞華僑陸佑先生喺1915年捐助興建嘅。陸佑堂同錦塘小築又有啲咩淵源呢？無端端咁遠講到去廣大呢？查實呢位馬來西亞嘅華僑富商陸佑嘅孫女陸淑卿正是陳錦棠夫人啦。陳夫人係出名門，佢好叻做管理噶，佢就平日幫阿武狀元打理個戲班，睇住盤數啊，又識得煮一手好菜，大家都會稱呼佢係一嫂，而晚輩就會稱呼佢為一嬸。話說一嫂同一哥出雙入對，形影不離，兩個人恩愛到痹啊！每逢有演出，一嫂一定到場及住啊！鬼咁錫個老公啊！一見到老公喺台上面舞刀弄劍，就會好鬼肉緊啊！走到去虎道門嗰度，大聲叫話：好啦，Honey，好啦，停啦！聽到呢個 Honey 嘅來歷，大家就會容易啲明白，錦塘小築就代表陳錦棠夫婦嘅幸福回憶啦。喺1977年，《星島日報》嘅記者去到陳錦棠屋企就做訪問啦。講到武狀元嘅來由，陳錦棠就親口話喺戰前同薛覺先同一個戲班，薛覺先演文戲，自己就演武戲啦。演得多就俾人稱呼為武狀元啦。實情係點呢？其實陳錦棠真係好謙虛啊。事實上，佢得到呢一個霸氣嘅稱號，最重要嘅原因係佢演出武戲係演得非常卓越。上世紀30年代，陳錦棠演出新劇《花落危花心》嘅主角朱亮，咁啱朱亮就係武狀元啦。由於陳錦棠演繹呢個角色入木三分啊，所以武狀元嘅形象深入觀眾嘅心坎。自此之後，陳錦棠就有呢一個花朵武狀元啦。佢唔單止叱咤粵劇界，喺電影圈亦都有相當嘅地位。
正所謂朋友多，兄弟更加多啊！佢同飾演黃飛鴻著稱嘅關德興師傅係同門師兄弟，咁啱得咁巧，兩個人演武松都係首本名劇噃。點解？因為佢兩個好打得啦，兩個都身手不凡，真功夫好架勢。不過論到演技方面呢，陳錦棠係技勝一籌噶。嗱，佢可以飾演武松，倒翻轉過嚟，佢又可以飾演西門慶喎。最勁係乜嘢啊？佢上世紀50年代就拍咗兩套武松嘅電影，一套就叫做《武松血濺獅子流》，另一出就叫做《武松打虎》。喺兩套戲裏邊，佢都係扮西門慶嘅噃。咁啱得咁巧，兩出電影嘅女主角扮阿潘金蓮嘅都係鳳凰女嘅，冇錯。有請鳳凰女小姐。喺第一出《武松血濺獅子流》，佢就同埋自己嘅師兄關德興一齊做對手戲啦。關德興就係扮武松，呢個組合妙到好癲啊！陳錦棠就扮奸角，扮西門慶啦。成套戲由頭到尾俾佢搶盡風頭啊！佢飾演西門慶嘅形象仲勁過佢原本飾演武松嘅才華。同一個演員可以飾演忠肝義膽、有情有義嘅武松，另一邊又可以飾演鹹鹹濕濕、奸到出汁嘅西門慶。文又得，武又得，忠又得，奸又得，一個人兩張面。同樣嘅演技喺戲行確係能人所不能啊！喺台上又打得又演得，喺台下陳錦棠究竟係點嘅呢？聽聞佢真人係非常之貪靚噶。吓？係啊！嗱，有個報道喺1956年就話佢同老婆一齊去日本，就去到東京整容啊！吓？唔係啩？有傳話佢去東京係做眼角下垂同埋皺紋嘅手術。當時嘅《工商晚報》仲即刻出咗篇報道，話陳錦棠佢返到香港之後，話嗰對眼啊，仲有型過之前，仲威風有神過之前，更加凸顯出佢武狀元嘅風采。話如果報道屬實，喺1956年，佢已經快人一步。咁犀利，為咗貪靚夠膽做手術，犀利啊！大明星犧牲嘅嘢，為咗觀眾啊，整靚啲個樣，真係走在時代嘅最尖端啊！原來陳錦棠除咗做西門慶之外，人哋唔想做嗰啲角色，例如陳世美不認妻啦，佢又做㗎噃，而且仲做得非常之好添，好似西門慶呢啲。自古以嚟都係又奸又淫又邪嘅角色，好多小生都唔肯做嘅。不過陳錦棠就冇所謂喎，照做，結果係做得非常出色添。佢建立奸角嘅形象之後，都冇咩人可以超越到佢啊。例如西門慶啊，同埋女兒香嘅魏超人啊。原來陳錦棠同埋任劍輝、白雪仙好 friend 嘅，點解呢？因為陳錦棠同白雪仙屬於同門，因為陳錦棠第二位師傅就係薛覺先啦，同時白雪仙嘅師傅亦都係薛覺先，所以佢哋係同門嘅師兄妹。至於陳錦棠同任劍輝，佢哋關係都好密切噶。話說有一次，任劍輝嘅劇團就冇花旦用，只有男主角就冇女主角，咁點算呢？只係有文武生，又冇咗個花旦噃，咁咪冇人做對手戲咯。結果任劍輝就諗住寫封信聘請陳彥龍做花旦啦。陳彥龍當時喺廣州，收到任劍輝封信，都未嚟得切回信啊。陳錦棠人已經去咗廣州，仲即時請咗阿陳彥龍做花旦。當時嘅陳彥龍都唔知道任劍輝係咪真係確定要自己嘅。陳錦棠就喺隔籬啦，佢請咗我喎，故此就即時應承咗陳錦棠啦。點知跟手就收到任劍輝來信話，我哋劇團好希望同你合作喎。哎呀，咁點算呢？咁唯有寫信講俾任劍輝聽，唔得啦，我應承咗一哥啦。
咁我嚟唔到啦。咁點算呢？任劍輝嘅劇團當時真係冇花旦喎，於是佢就揾劇團裏邊嘅丑新歐陽劍先生出馬啦。因為想當年歐陽劍同陳錦棠同樣都係喺薛五哥嘅劇團一齊效力過。歐陽劍就話：我同一哥都熟嘅，不如我親自去廣州一趟，同佢講一講啦。因為阿一哥喺廣州，邊個花旦都可以拍啦。果然歐陽劍去到就講情，一哥就賣個人情，得，冇問題。你冇花旦，我讓個花旦俾你。一叔賣咗呢個人情俾佢，所以任劍輝同埋陳錦棠一直關係都好好噶。所以之後喺新星劇團、鴻運劇團，甚至仙鳳鳴劇團、灌錄嘅唱片裏邊，一叔都有喺個班裏邊同阿飲姐啊同埋仙姐啊一齊合作噶。電影方面，喺1934年開始，佢就不停拍電影啦。而佢首部主演嘅作品就叫做《俠盜感無鼠》，有冇朋友睇過呢？佢拍咗成過百部嘅電影，主要都係集中喺1959年至到1962年期間。佢最後演出嘅電影就係喺1968年上映嘅《李後主》。呢出電影集合當時眾多嘅名伶，係一出大製作。而呢出電影同時亦都係任劍輝、白雪仙最後參演嘅電影啊。陳錦棠喺1973年因為腳傷，故此就冇再喺台上演出啦。陳錦棠喺提攜後輩方面，為粵劇界作育英才，不遺餘力。其中佢幾位出名嘅徒弟就有羅家寶啦、蕭仲坤啦、蘇少棠啦，幾位都相當出名，獨當一面。例如羅家寶獨創嘅蝦腔，喺街頭看尾，傳唱不衰，堪稱有井水處皆能歌。晚年嘅陳錦棠依然積極參與劇團嘅策劃工作，例如佢改革咗過場上邊嘅編排。當呢一場仲有少少戲要做，個副幕後邊已經開始要換幕啦。當前邊呢一場戲做完，後邊就即刻拉起副幕做下一場啦，令到成場戲嘅節奏更加緊湊，盡量避免咗落幕引起嘅冷場。音樂方面，佢亦都強調曲詞同埋口白一定要爽快，全部嘅樂曲採用中國古樂。佢亦都改良咗舞台佈景嘅寫實感，佢亦都改革演員嘅薪酬，將台柱嘅薪酬調低，同時提高咗較基層人員嘅待遇。喺業界方面，陳錦棠由香港八和會館1953年成立開始，直至到1978年，一直都係每一屆理事會嘅成員。佢曾經出任咗第2屆嘅副理事長、第14屆嘅副主席等等職位，為業界效力。另外喺1965年，啟德遊樂場開始營運。之前八和會館曾經計劃承包啟德遊樂場嘅粵劇演出，作為業界長期嘅演出地點。不過內部就出現咗分歧，結果陳錦棠同佢太太陸淑卿以及徐氏、霍強成立咗泰來公司，喺1965年初承包咗呢個場地作為粵劇演出。喺當時亦都係開咗記者招待會，講述呢一個行動係為咗響應八和會館嘅救濟失業運動。當時陳錦棠同佢太太陸淑卿仲有霍強呢3位都係義務嘅，不收分文，一直承包呢個粵劇表演項目，直至1970年代初為止。陳錦棠喺1977年就宣布退休啦。喺1981年嘅12月28號，因為嚴重嘅感冒入咗醫院，好可惜喺2日之後12月30號夜晚喺聖保祿醫院與世長辭。呢一位藝壇精英可以飾演正派或者反派嘅角色，佢最經典嘅角色多數都係反派嘅人物。佢係女兒鄉嘅魏超人，
金瓶梅》裏邊嘅西門慶，早年亦都擅長演武松噶。佢亦都係梁天來案裏邊嘅凌貴卿。佢戲路廣闊，亦忠亦奸，亦正亦邪，掌握立場反覆嘅角色，演技渾然天成。佢係萬世流芳張玉橋裏邊嘅明末將領李成棟，佢亦都係《三國演義》裏邊嘅周瑜。陳錦棠喺粵劇界係一顆閃亮嘅明星，佢閃爍嘅光輝光照過好多觀眾，帶俾戲迷無限嘅回憶。直至到今日，佢嘅好多戲迷都係仍然掛念佢噶。有關一叔陳錦棠好多嘅故事仲未講完噶，因為好多戲迷仲好掛住陳錦棠，所以我哋即時就做咗陳錦棠嘅呢一集節目，回顧翻呢一位藝壇嘅武狀元。如果你中意陳錦棠嘅話，請你俾個 like， 撳嗰隻手指公，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呢集嘅內容俾你朋友知道，撳埋個鈴鈴，等我哋有新片上架嘅時候 YouTube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感謝大家收聽收睇呢集節目，祝各位福杯滿溢，身壯力健，笑口常開。約定你下一集再見啦，拜拜。